各位兄姐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真欢喜，会当咱各做伙组织来敬拜俄罗上帝。虽然疫情遮尔危险，总是咱犹原会当伫咱每一个人所徛起的所在来敬拜俄罗上帝。嘛，互咱每一个人，咱的厝成做一个献祭的祭坛。咱今仔日的礼拜，邀请众兄弟姊妹。 你将你的家庭成做一个祭坛，咱伫遮同心俄罗敬拜，同心开喙俄罗上帝的名，咱嘛伫即个所在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上帝话语成做咱生命的快乐。咱要为着台湾未来的头前的路途，咱恳求上帝引带。真危险的，毋那是病毒尔。 真危险的是，咱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对敌咧攻击咱，咱诚做上帝的百姓、上帝的囝儿，咱更加爱谨慎来祈祷，来到上帝面前。今仔日早时的灵修内面，甲大家分享，咱130周年的主题是信心甲军队。我想伫即个疫情真危险的时刻。 咱犹原爱用信心来军队耶稣。过去咱可能无真侪机会会当有一款的操练。今仔日上帝互咱即个机会，互咱来操练。虽然咱感觉真困着，咱感觉伫患难的中间，总是咱对上帝爱有信心。上帝引带咱正兄弟每一个人，互咱伫咱的生活中。 犹原会当倚靠伊，即是邀请咱大家同心来祈祷，被上帝伫你面前，阮献上感谢，感谢你，互阮伫早时，阮会当组织做伙，阮来俄罗上帝你的名。虽然疫情的关系，阮无法度真正做伙伫一个空间内面。 不过，阮伫每一个人的家庭内面，阮拢要献上家己这个家庭，成做一个祭坛。恳求主，你互阮的俄罗，阮的敬拜，成做一个芳芳的祭，献伫到你的面前。嘛，愿主看到台湾这个土地顶面所有的百姓，拄着疫情的影响，拄着病毒的危险的攻击。不过，阮犹原要来牵调着你。 因为你的话语应允阮，要互阮得到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愿主亲身看顾阮今仔日的礼拜，互礼拜自头到尾，咱有信心的同在，伫阮每一个人的家庭的内面，互阮享受到甲你同在的喜乐。这是阮陪伴家己，恳求上帝你亲身对阮讲话，恳求耶稣基督救赎的盼望，甲阮做伙。 恳求信心运行伫阮的中间，看顾阮，保守阮，互阮即个礼拜成做芳芳的祭，献伫你的面前。愿主你欢喜感纳，愿的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
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，唱歌来到伊的面前。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，咱是伊创造的，咱也是伊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也是伊所长的羊。咱着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乌鲁入伊的院，着感谢伊，乌鲁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这是咱做伙来读主祷文，来准备今仔日礼拜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领到。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地试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这是咱做伙来启用。启应文第26篇，也就是诗篇111篇。启应文第26篇，咱做伙来启用。着称赞上主，伫正直的人聚集的大会中，我要专心感谢上主。上主的作为真奇妙，互伊作为的人拢通学习。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，伊的公义永远存续。上主行奇事，互人纪念。伊有恩惠，有怜悯。伊赐美娘，互敬畏伊的人。伊会永远记住伊的约。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权能，将列邦的产业赐予因。伊的手下所做信实公平，伊的教示拢可靠，永远袂改变。照信实尽直执行。伊救赎伊的子民，甲因定永远的约。伊的名是圣，通敬畏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。尊敬的人才是聪明。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。这是咱做伙来用圣诗，圣诗第258首。请咱做声感谢上帝，请咱做声感谢上帝，疼痛灵敏到万世，圣囝降世，失力圣花，施恩救人，赦免罪。上帝恩典极大无比，耶稣为咱来受死。咱若靠伊，就拢免惊，到尾稳当袂看赢。圣诗第258首，请会众起立应全首。请咱做声感谢上帝，疼痛灵敏到万世，圣囝降世，洗礼圣花，施恩救人，赦免罪。上帝恩典极大无比，耶稣为咱来受死。所
请坐，这是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一个礼拜又搁过去了，阮伫你的圣殿敬拜你、学罗你。虽然即马疫情的期间，阮袂当做伙组织伫教会，互相请安，听叹你的话语，但是感谢主，因为时代的进步，阮会当透过科技产品，不管是手机啊、电视、电脑，拢会当互阮伫线顶来敬拜你。主啊，阮特别将即马台湾的疫情交托伫你的手中。伫过去的一年，阮的防疫做甲真好。伫全世界拢因为疫情大大的影响生活的时阵，阮阁会当正常的生活。感谢主！但是今年5月开始，伫全世界还阁是受到新冠肺炎影响，病毒不断地变种，对人类的攻击嘛一直在加强的影响之下。台湾感染的人数一直在增加，为了防疫，阮必须改变生活，学生停课，上班的变成伫厝的办公，尽量减少出门的机会。每一天拢有人在死亡，医疗环境也受到极大的考验。主啊，恳求你怜悯，赦免阮。赐予阮智慧，互阮伫面对疫情困难的时阵，知影安怎保护家己，也互医护人员有教育的气力去面对。求主带领，互疫情会当赶紧过去，保守阮一切的生活健康，互阮会当较早恢复正常的生活。这是阮的礼拜，要继续来进行。求主，互阮不管伫倒位，拢会当安静家己的心，放下一切的重担，专心来仰望主，听你的话语，追求你的真理道路，透过传道牧师。明白你的教示，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。主听阮祈祷，想使阮平安。阿门。这是咱做伙来看圣经，撒母耳记下卷第4章第10节到17节。撒母耳记下卷24章第10节到17节。第10节，大卫算百姓的少爷了后，成就家己责备。大卫甲耶和华讲：“我惊即个事大大有犯罪。耶和华啊，求你拄起你的奴仆的过失，因为我所行的真戆。”大卫天光早起来的时，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加得。就是大卫的先见的，讲：你去甲大卫讲，耶和华安尼讲：当我用3项互你，你拣1项，我通行伫你。加得就来通知大卫，对伊讲：你爱你的地饥荒7年久嘛？还是爱你的对敌追击你？你逃走伫伊的面前3个日久啊？还是爱瘟疫伫你的地3日久啊？当你着真足想看者，
我通用啥物话回复找我的？特别甲家己讲，我真为难。咱宁可hand落伫耶和华的手，因为伊有丰盛的怜悯。我毋愿hand落伫人的手。第15节，耶和华就降瘟疫予以色列，对清早到所定着的时，对但到伯示巴8时间死7万人。当天使伸手伫耶路撒冷要灭伊的时，耶稣就退火降落即个灾厄，就甲灭百姓的天使讲：到夜啦，求你的手。迄时耶和华的使者伫亚布斯人阿罗那的五角场，大比看见拍百姓的天使，就甲耶和华讲：看，犯罪的是我，悖逆的也是我，总是遮的规群的羊有做啥物啊？愿你的手攻击我，甲我爸的厝。圣经读到遮，献诗，圣歌队要献的诗是对伊恩典得救赎。讲道黄传道要讲道的题目是敬畏耶和华。
兄弟姊妹平安。伫疫情遮尔危险的风火头，咱希望着用更较敬虔、更较敬畏的心，咱要来到上帝的脚前，咱要入来圣经的内面，咱要做伙来敲找上帝的赏赐，互咱的平安，甲要互咱生命重新得到快乐的瓦靠。咱三个压头来祈祷。听阮的上帝，我满心感谢何罗你，感谢你伫疫情遮尔严酷的时，你阁温存阮。伫线上，我们三个组织来礼拜，来敬拜你，祈求圣灵即时降临，拍开阮的耳孔，拨开阮的心房，互阮拢会当真正明白，你伫即时疫情的要紧，所要甲咱讲的话，我要将煞接信息的时间，恭敬仰望，求主你保守带领。感谢天父，听阮的祈祷，献上阮的感谢甲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咱人，咱定来讲，咱人若行到前方，行到无路，行到绝路，上帝就要替咱开路。所以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。啊，这张相片就是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咧出埃及的时，咧过红海，迄两面的水墙来保护因，互因无路通行的时，有大地通啊离开埃及。马可福音伫第10章27节甲恁讲，这个代人做袂到。上帝都毋是安尼，因为上帝逐项拢会，在人不能，在神是万事都能。所以武汉肺炎2019年的年底，大概1年半前来爆发了后，世界真侪所在拢一直拢真严酷的疫情，每一个角落拢有危险来发生。台湾1年久来，上帝的保护，咱通平安正常生活。不过，伫5月14号的2礼拜前，开始传染开，2礼拜以来，咱严守着咱无乌白拍走，迄个防疫的禁令，逐工伫电视机的头前，下晡的时间，咱来听咱阿中部长来甲咱报告东港的疫情。这个咱看到，逐工报出来的数字，咱对5月20日的2800个，一直报到昨下晡。7800个，所以咱看到一短短时间，咱加5000个确诊。不过咱同款，无惊吓咱愿望，咱总是愿望，因为阿中部长逐工伫遐甲咱讲疫情。会使得到安慰的是，咱的数字对1礼拜前有700几、600几。500几，一直到咱昨维持伫400几，无超过500个。虽然疫情还未真紧的时间控制，伫真少的数字，但是咱的疫情并无失去控制。咱继续要祈求上帝，继续保守。
因为安尼，所以本来咱的三级警戒是伫5月15宣布，是到5月28，就是昨日。因为疫情的因素，所以延到6月14。所以伫即种卖乌白采取行动，就是上好行动的处境的当中，其实咱的心中，咱有真侪惊吓，咱有真侪会无法度了解。伫传道书第1章第9节，安尼甲咱讲，所有已经做的，目前做的，以前拢做过。即摆你所要做的，以后嘛会阁做，所以伫日光之下，无新鲜的代志。所以，咱目前拄着的艰难，咱要转来圣经内底，互咱来了解即个瘟疫的情形，因为即摆发生的，较早拢发生过，天下的无新的一项都无新的代志。那么瘟疫即2字是恶性的传染病，即摆咱武汉的肺炎就是恶性的传染病，所以伊就是瘟疫。圣经中有讲到瘟疫的，即2字摕出来用的大概有60-70位。当然，毋是有60-70摆用瘟疫，伊是一个瘟疫，有当时用几啊摆的字。第一摆提出来瘟疫这个词，是伫出埃及记的第5章。迄个时阵，上帝呼召摩西要带埃及人出埃及，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。那伊就去甲法老讨讲，要去旷野，要来祭拜因的上帝。若无，因的上帝会降落瘟疫来惩罚伊。但是当然，伊是目的是要带以色列人出来埃及，但是法老无答应，法老的疑心，伊来造成上帝降落10个灾难来帮助摩西来带以色列人出来埃及。这10个灾难内底有3个是属于瘟疫，第一个就是杀母灾，过来就精神的瘟疫。精神的瘟疫就是精神着济，精神若着济就会死一片，过来就是生疮的灾。所以讲，咱会使了解，伫旧约的时代，上帝要刑罚、要审判的时，有时阵伊是会降落瘟疫来审判人民的。毋过，上帝刑罚，伊毋是要互所有的人拢抵到死。圣经中的瘟疫的疫例，嘛甲咱讲，当人若悔改认罪时，伊会停止即个瘟疫。所以讲，就在咱今仔日的经节，伫撒母耳下卷的24章，伊有记载了一场真大的瘟疫，就是大卫王甲伊的百姓，伊犯了骄傲、自大的真大的罪，所以上帝就降下瘟疫，一日之间死7万个人。那大卫看到遮尔凄惨，人民伫要灭亡，就赶紧来向上帝祈祷，求上帝赦罪，来饶赦因的罪过。结果上帝就有听因的祈祷，所以本来上帝要降下3天的瘟疫，但是伊听到伊祈祷了，伊怎啊讲好，无就到遮就好，就1天就停止。
所以这经文，咱拄则，咱经纶即事，嘛有甲咱读了一摆。咱有伫经文当中，咱会了解上帝要对大卫王的刑罚。啊，这个起因呢？这个起因是因为大卫伊要调查以色列人所的数额。因迄个时阵，以色列的国家因显现了足大的骄傲，伊对上帝的恩典甲上帝的主权，慢慢就放袂记。因袂记你讲，以色列伫战场顶悬遮尔大的胜利，因的国土一直扩展，因的南边去到埃及。因的东边去到伯拿河，伯拿河就是幼发拉底河。因的北边也去到阿兰的南界。所以讲，遮尔大的战功扩展的国土，所以大卫伊要点人所意思，就是讲要展示讲，伊的国力足大，伊的人口足济。伊会使收真侪税金，若要甲别人相战，因有足大的国力会使来拍赢。但是因袂记，你讲，这所有遮尔骄傲、遮尔互人会使荣耀的战果，拢是上帝所想事，拢是上帝所成就。这一切，因的显明。因的骄傲自大，就显明出来讲，上帝就讲，已经到爱警戒因，爱来惩罚因的时阵到啊。所以，伫撒母耳24章的第1节，伊甲咱讲，耶和华佮受气以色列人，激动大卫来害因。啊，佮伫历代志。21章的第1节讲，撒旦起来要害以色列，引诱大卫来算以色列人的数额。所以讲，这就是撒旦伊发觉这个时机到啊，所以要利用这个上帝发受气的时机，就要来引诱嘅激怒大卫去点算以色列的人数。啊，这个点算人数这个代志。是一个充满真关大的高举自己的行动，所以互耶和华就更较受气。但是这是撒旦要来攻击以色列的代志，所以讲咱我特别甲无共款的经文、无共版本的经文，伫遮搁甲大家解说一下。伫台语汉语本，伊讲耶和华搁受气，激动大卫要来害因，就讲。去算以色列的甲犹大人，但是伫和合本伊讲，耶和华阁向以色列人发受气，就激动大卫，互伊吩咐人去笑点以色列的甲犹太人。所以伫遮台语汉语本是讲，上帝就是叫大卫去算，但是和合本是讲。上帝甲激怒，互大卫家己去算。但是咱历代志阁看着无共款咧。历代志讲的是撒旦起来要害以色列人，来引诱大卫来算以色列的数额。和本嘛是讲撒旦要来攻击以色列人，来激动大卫来笑点因。所以咱爱伫无共款的版本，阁伫无共款的位列，咱会使综合。来了解这段经文，有当时啊，你若干那看一段经文，你会感觉是上帝叫伊去点算，点算了，搁要来发受气，是毋是？是上帝认为爱甲刑罚的时间到啊，但是是撒旦发觉讲这个时间会使利用，因为上帝伫要发生的，所以就甲刺激大卫，互伊家己去想讲要去点算这个人数，要去点算这个人数。来，互上帝受气，
上帝受气了，伊就降到瘟疫来互因受害。所以讲，撒旦伊的作风，自古以来拢是共款。伊会趁找机会，趁找咱伫世间的空隙来攻击咱。所以经文中咱嘛看到讲，虽然即个元帅约押，伊听到讲，伊大卫要算人数的时，伊真极力来甲阻挡，但是大卫就是一意孤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撒旦伫遐咧利用，伫遐咧引诱，伊挡袂掉。所以讲，咱嘛毋免奇怪讲，为什么当12支派伊生团济遍满全地的时，以色列的军队达到遐尼高峰的战力的时，上帝要提醒因，以色列遮尼强，派遐遮尼济赢的战争，毋是因为因人较济，毋是因为因国家强，是因为上帝出手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，是因为上帝保守因，上帝的赏赐，毋通放袂记。所以咱若要对抗即个撒旦，甲咱攻击、甲游戏，咱唯一会使做的，就是紧紧来牵调主，牵调上帝，来心存咱敬畏的心，敬虔来到伊的面前，来祈求伊的保守甲照顾，安尼才有机会，通安然来度过撒旦受空受芳要甲咱的伤害。所以伫诗篇第2章11节到12节安尼讲，着用敬畏服侍上主，用惊吓屈服伫伊的骹下，才免伊起圣地，互恁伫路中来灭亡，因为伊会随时发售去。找上主做避难所的人，是真有福气。搁伫咱的今仔日的金句，诗篇111篇第10节，佮安尼讲：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，照安尼遵行才是聪明。上主应该是永远来受到称赞的。那么咱和合本的经文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既然遵行伊命令的人是聪明，耶和华是永远伫对咱而乐的。所以不管是开端还是根本，咱就是爱拄着艰难，拄着撒旦的攻击，咱就是爱转来敬畏耶和华，才有智慧，通来安然度过撒旦的攻击。所以讲，清清楚楚甲咱讲，得到智慧，得到上帝的保守，咱才有法度撇过撒旦的攻击。所以，咱今仔日要用敬畏耶和华这个题目，咱要回到旧约，咱要敲找咱对抗武汉肺炎伫咱的信仰顶悬，咱的瓦靠。咱有看到，伫这个敬畏耶和华的当中，咱要来转来敲找圣经，用敬畏耶和华来对抗咱目前伫武汉肺炎所得到的攻击。那么，这个代志，咱拄仔讲的这个代志，台北的代志，这是3000年前的代志。咱有讲到，天下的无新的代志，一项都无。那么3000年前的瘟疫，上帝是安尼的天罚，人民是安尼的悔改。啊，即马咧，即马又搁如何？咱伫5月初6，咱有看到以色列拍巴勒斯坦，这个可能是火锅屋，这个可能是大楼，这个是拍了后的情形，这个可能是路边的车去拍到安尼。咱若有小可一寡同理，咱就去感觉到活伫遐的人是偌尼恐怖，
是偌尔啊苦难。所以讲，其实伫即个所在的冲突，是几千年来陆陆续续、拍拍停停，毋捌真正停过，嘛毋捌真正安宁过。而且因逐摆的冲突，拢是敢若要灭族，遐尔啊恐怖，遐尔啊残忍。那这几千年来，伫遮的高高甜拍来拍去，其实已经无法度伫因的纷争内底，真正来敲找公理，也是是非。咱有看到的，只拢是耀武扬威，甲强权的霸凌。所以咱嘛知影，伫遮咧拍来拍去的各方面的人马，其实拢是阿伯拉罕的后代。只是讲有的是对以撒、雅各传落来的后代的人，啊有的是对以实玛利伊所传落来的后裔。咱若看到头拄仔经文，你上帝对台北的发现地来降瘟疫，迄个耀武扬威，上帝的发现地就降瘟疫，这是圣经当中清清楚楚记载的代志。那么目前伫加沙地区，即款的冲突，伊嘛是咧因着兄弟仔相杀，迄种的悲剧，迄种的耀武扬威，迄种的以强欺弱。上主，咱的上帝，难道对即个情形未发现的吗？伊是毋是会因为安尼来降下瘟疫，所以就降下即摆的武汉肺炎？当然，我知影无人有即个答案。不过，假做一个基督徒来讲，咱面对遮尔严酷的疫情，咱所会当做的，就是敬虔、敬畏，咱跪伫上帝的面头前，跪伫上帝的施恩宝座前，咱来认罪、悔改，求主赦免咱的罪。检采，咱无一定知影咱是犯什么罪，但是咱的罪一定是咱的罪，有罪，所以上帝会刑罚。啊，求主来拄起咱的苦难，互咱伫上帝疼的当中，咱要来得到平安，咱要得到恢复较早的美好，较早的喜乐。所以讲，圣经甲咱讲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。所以，咱就要倒来敬畏耶和华，咱才有法度有够个智慧来面对咱即摆所拄着的艰难。伫台湾的过去，咱嘛有发生过真大的瘟疫的传染，嘛是有几啊万人来失去性命。啊，对教会来讲，伫咱的宣教的过程，台湾的瘟疫，甲咱的台湾的宣教有啥物款的关系？伫遮宣教顶，咱上界有名的，就是咱的街头布道家，咱的英格兰来的，咱的梅干牧师，伊出身伫苏格兰。那么，伊上界出名就是伊拢沿街沿路用报道的方式，世界来宣扬、来宣讲上帝盼见囝的信息。所以，伊差不多行遍台中、南投、佮彰化所有的所在的主要乡镇，啊，伊也帮咱设立了真侪教会。伊是一个有法度真忍耐腰、忍耐喙焦、刻苦耐劳，佮充满热情的传道者。伊甲咱台北医生两个人同心合意，伫中部，即马中部目前教会坐建立的基础，
拢是因两个人当时共同建立的。虽然目前咱看是遮尔水的脚热，但是伊一开始，伊的热情、的报道的慷慨，确实互伊无限的挫败、甲失落，伊的挫折感、甲失落感。所以，对梅干姆来讲，要组织人来听伊演讲，毋是问题。哦，伊当初伫中华的时，伊透早伫那医生、那台北医生馆的门口的边仔的北街城门边，哦，迄个早起就向一群人来开始开讲，一讲就是3、4点钟。伊到下晡、到下昼，伊搁伫庙前的石刻啦，还是伫庙埕，搁继续向遮的乡民来开讲。啊，一讲嘛是讲到天要乌，啊人呢听了搁听，毋肯散去，到天乌啊，天要暗啊，啊搁烧焦，明仔载要搁来。虽然迄阵正面的回应拢无，但是伊坚持要继续来勉励遮个人。但是伊嘛是定定咧想讲，哪有法度忍受讲几个万人，遮尔久的时间，遮尔济摆，遮尔认真来听演讲，为什么无一点仔效果？伊定定咧想，哪有可能会安尼？有时伊真忝的时，伊嘛会想要休困的时，但是有人要听讲，伊就会继续搁讲。有当时连家己嘛感觉真无聊，因为同款的信息，毋若伊家己讲的，连东港所讲的，伊拢会晓背啊。因为一讲毋若讲5、6摆，有当讲10外摆，讲甲连东港所讲的，伊都拢会晓背啊。即款的讲道持续了，伫彰化地区持续了1年外久。那遮尔济民众组织来听的，转去，敢若无发生啥物代志安尼。就伫1898年的春天，台湾爆发了真严重的瘟疫，民心焦虑，尸横遍野，人人自危。所以伫一个真热、真翕热的4月天，迄阵北风已经停啊，所以天气开始真翕热，甲咱即摆的天气差不多哦，要开始真翕热。所以伊伫行伫街路顶的时，伊用迄个忧伤、迄个孤单，甲迄个马拉利亚来所苦毒，来所艰苦。因为迄阵有得到马拉利亚，伊阁真忧伤无得到，无看到真好的回应，真孤单，无人陪伴。所以伊迄阵阁拄到疫情，所以伊实在是无心阁继续宣讲。就在准备伫12路口要转去的时，忽然间有一个乡亲，伊非常超过平常人的兴趣，要走来听伊演讲，所以伊就阁精神过来，伊就阁继续甲讲。当然，这位的乡亲到尾啊，伊真做是大道教会的长老，而且阁有真侪店头家嘛伫伊的店内泡茶，来请梅干姆牧师来想要了解上帝，来请伊开讲这个耶稣的故事。所以，就安尼伫彰化、鹿港，甚至甲平湖真侪所在，拢开始真侪人来听福音，佮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对福音的感动。当然啦，心观望，佮听无法度了解圣经信息的人，当然嘛是真侪。不过总是有人已经开始回应，而且有真侪回应是超过人的意料之外。所以伫遮，咱会看到讲，疫情紧张的时，对咱人的心内有一种唤醒、着叫醒、甲转化的力量。
所以伫疫情经历的时候，伊会转化咱本来无感觉的代志，会转化变做真有感动，会唤醒咱对真理、对上帝迄个认捌、迄个挖靠。所以疫情紧张的时候，有即个作用，会使互人的心，因为你会惊吓，你会憔悴，所以你就会转化，你就会唤醒。那疫情紧张的时候，就是咱即摆的时阵，咱即摆就是即个时阵，咱即摆就是面临一个真紧张的疫情。不如讲咱伫遐咧惊吓不安，不如咱安静咱的心灵，咱存着敬畏的心，咱来憔悴咱家己，来唤醒咱家己的困难，来转化咱的生命，互咱的生命重新改造、重新来起造，互咱更较滚活。耶稣的教示，要来见证耶稣基督，为着咱的罪，钉死伫十字架顶，死搁活，迄个救赎的疼，互咱会使分别做事，来脱离迄个旧约、迄个罪的捆绑，旧约迄个罪上帝的刑罚，迄个是要降到瘟疫。咱进入了新约，咱会使伫耶稣的疼的光照内底，咱要来活出耶稣的样式，咱成做福音的出口，来荣耀上帝，咱来利益人。所以，咱来了解，伫疫情遮尔紧张、遮尔危险的时，耶稣的疼，就是咱上好的避难所。保罗伫罗马书8章39甲咱讲，是天顶，也是地下的心灵，也是其他的被造物，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伊的主耶稣基督对咱的疼。所以无物件有法度切断主耶稣基督对咱的疼。所以讲，这是保罗伫遮尔紧张的疫情的当下，上界会使鼓励、激励咱的信仰的宣告。无一项物件会使切断咱甲耶稣基督的疼，包括疫情的攻击。那么，既然咱伫防疫的隔离，咱自我隔离，咱毋通拍走，伫厝的当中，咱来听到上帝教示保罗的鼓励，咱得到遮尔大的鼓励，那么咱就应该安怎来做？你感觉想过，咱就爱安怎来做？就伫昨拜六早起，台北中会所有牧者伫议长柯成道牧师的主理之下，阮有一个祈祷会，为着疫情，为着咱所有的信徒、牧师、信徒、长职所有一切来祈祷。伊特别甲阮勉励，就是讲咱特别来利用即摆疫情的机会，好好来坚定咱信仰的脚步，来敲找咱生命的重新起造。虽然这当中咱有惊吓，但是这嘛是咱信仰重新起造的一个真好的机会。所以讲，咱就应该安怎做呢？恁敢捌想过？想看觅？我想讲，设立家庭祭坛，这应该是一个上较直接、佮有效的方式。所以伫咱的厝内，咱找一个固定的所在，咱用真简单的、佮真灵动的布置，用咱上界熟悉的方式，咱抱着咱上界敬畏、敬虔的心，咱随时来敬拜上帝，随时来祈祷、来求讨、来认罪悔改，来唤醒咱心内
会转化，互咱的生命来得到重新的起造。上帝，伊是听咱祈祷的上帝。各位兄弟姊妹，祈祷的力量是超过咱会使理解的远远，所以咱就靠祈祷，咱们来向上帝来求讨。那么最近伫网络有一个图，伫咱咧传，这就是撒旦甲上帝对话。撒旦真得意，甲上帝讲：你看，我靠这个瘟疫，已经将恁的教会拢关起来。结果上帝伊真淡定，甲回答讲：你错咯。其实我是甲每一间家庭拢变成做教会，所以讲无啥像。无围墙的教会，就使活出耶稣基督所教示咱迄个宣教的大使命，将耶稣基督的疼来甲宣讲出去。所以建立家庭祭坛对咱目前是非常重要，互咱重新搁敲碎的一个开始。所以人行到前方无路，就是上帝要开路。挫折就是转折，危机就是转机。上帝透过即摆的瘟疫，伊当在甲全世界的人在讲话。伊讲啥物？伊讲，伫即个动荡不安的前方的疫情内底。人心惊吓，人心惶惶，不但唔知要如何的是敬畏上帝，敬畏耶和华，就是人类生命会使得到反转，无搁继续行向自我灭亡的迄条路的唯一的出口。我想这是上帝今仔要甲咱讲的话。毋望咱存着咱更较敬虔的心，更较敬畏的心来甲上帝面头前，咱要来面对咱的疫情，咱要敲碎咱的溃烂，甲敲碎咱的瓦壳。咱三角同心来祈祷，听我的天父，怜悯的主，我感谢你，透过今日早起的信息。来教示阮，加强阮的信心，来面对疫情的紧张，想使阮平安，互阮的心无搁惊吓。主啊，你是阮的四围，你是阮的高台，你做阮的安全要塞，坚固的营寨甲盾牌。求你的医治大能。会当保护阮，特别伫阮第一线所有的防疫甲医护人员，求主赏赐因有够起来气力，阁有坚定的意志。求你嘛祝福因，逐个人的身体健康，家庭的平安，一直到阮的确诊，阁一摆回归。到零为止。主啊，阮知，无论是天顶地下，所有的攻击也是陷害，拢袂当切断。上帝，你通过阮的主耶稣基督，要互阮来听。阮知，伫即个疫情的风火头，耶稣的听是阮上好的避难所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紧紧来建立阮伫厝内的家庭祭坛。我要用尊重、敬畏的心来向你认罪悔改，求你的原谅，
赦免，紧紧来将瘟疫来停掉，互阮通早早搁转来你的殿院，三角聚集，搁来敬拜你，来学乐你，互阮的生命得到反转，搁重新会起造。求你嘛，将地面上的平安来赏赐，互阮。阮要将当中的阳光归乎伫天顶的宝座的你。愿你引带，愿头前的脚步，我若要凭着信心，阮对你会引带头前踩的标，互阮会通搁一摆伫即个文选的地区来荣耀你的名，荣光你的所有的恩典甲救赎。感谢天父，听你的囝儿安尼祈祷，阮献上阮的感谢甲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，阿门。这是咱做伙来用信息第603首，上帝做咱安全要塞。上帝做咱安全要塞，坚固营寨甲盾牌，艰难困苦必困目前，主要赞咱大得胜，暗示君王兴起，靠伊战甲，计地。昔日虽然凶猛，逼我到咱面前。信息第603首，上帝做咱安全要塞，请起立用全手。
请坐。这是咱备班先来奉献。当阮经历甲孝顺上帝的恩典的时，阮也回应上帝的恩典。因此，阮用心备班奉献。防疫期间，教会提供3种奉献的方式：有汇款的方式，还是送到教会，还是自行收集。期待伫这段疫情严重的期间，咱会当敬拜，阮的生命成长会当不间断。需要纸本奉献明细的兄弟姊妹，另外甲干事来提取周报的纸本。请坐，这是我的报告。伫报告台先，咱先来看即礼拜的金句。咱做伙来读2解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，既若照安尼行的，才有聪明。耶和华的名声得到永远。诗篇111篇第10节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，既若照安尼行的，才有聪明。耶和华的名声得到永远。诗篇111篇第10节。后礼拜主日礼拜，服侍当天，主理是靠新凯牧师，师会是张义如执事，苏琴是周胜梅姐妹。台语部分，华语是廖竹英姐妹，音控是曹明祥执事、周宏邦弟兄。澳洲的聚会、线顶的聚会，妇女团契是内容是使徒行传23章23节到35节的分享，主理是会长甲灵修的组长。读经班是一弗所书第4章，主理是科牧师。查经祈祷会的题目是切袂透的美善，主理是黄传道。经文是诗篇138篇的第1节到第8节。师会是李尔伯执事。少年团契是分享，主理是辅导。青年团契是查经，主理是赵颂颖弟兄。后周的讲道的题目是台语堂的题目是兄弟姊妹。圣经是马可福音书第3章31节到35节，圣诗是200首、530首、390首，
启应文是第29篇，根据是马可福音第3章35节。华语堂的回应诗是新信息的530首，主内亲爱弟兄姐妹。颂咏是新信息390首，赞美天父万福本源。报告第1点，告解消息。蒙主温调本会张丹巧姊妹伫5月25号，就是拜二下晡3点11分，蒙主温调，求主安慰为族。第二，相连团契聚会通知，原本定伫6月3号，就是拜5的相连郊游，因为防疫暂停。第三，中级的进阶训练的暂停，原本定6月4号拜6中级的进阶的训练，因为防疫嘛暂停。第四，圣工事奉表，请各团体将后一季的圣聚会表交予行政干事的经理。时间是6月10号、15，进前爱交出去。第5，奉献的方式，为着方便兄弟姊妹奉献，提供教会银行的账号，汇款的时阵，若请注明是你的姓名甲你的奉献项目，卖当用 ATM， 甲用手机转销。转销的户名甲账号、代号，拢伫遮兄弟姊妹咱家己看。汇款了后，卖当来拍电话来教会，来讲你汇款的内容是啥物。第6，会友防疫的期间会联络群组，邀请所有兄弟姊妹加入即个赖群组吼。若是有一寡信息，有小可较新的信息要登去，那会当嘛是会当伫面顶看。第7，暂停实体的聚会，团契暂停实体的聚会，恢复的时间爱搁等通知。第8，礼拜上线直播，台语甲华语的礼拜上线直播，连结甲网址吼，有伫。你会当上 YouTube 去搜寻文山教会音控室，你会当找到即个连结了。第9点，对，遐有一个 QR code， 你用手机去扫迄个 QR code， 你嘛会当去找到我们的线上直播的连结。第9，恭喜6月份的寿星，名单伫遮，咱会当恭喜因生日。若有漏交的，请甲干事来更正。咱要为着6月份的寿星，咱有缘伫遮，要甲因恭喜，上帝互因伫咱的中间。咱有缘虽然咱无法度组织伫教会内面，但是咱有缘要为因祈祷，要为因唱生日快乐歌。我想咱唱生日快乐，唱台语的一遍就好。了后，我就为遮所有咱伫6月份生日的遮的兄弟姊妹来为伊来做一个祝福的祈祷。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好，咱同心来为着6月份生日的遮的兄弟姊妹，咱来祈祷。拜上帝伫你的面前，我真欢喜会当甲6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做伙来欢喜。祝你互因来到阮中间。特别伫6月份的时，会当有主你的恩典，甲每一位生日的兄弟姊妹同在。
互因伫每一天拢有你的保护看顾，互因每一天拢有你的平安喜乐伫地，互因每一天拢会当经历上帝你所赏赐互因满满的恩典。我们将这所有伫6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，愿主你亲身引带因每一天所要行的每一个路站，互因所行的拢是主你为因备办的路。愿你看顾因每一个人的家庭，互因伫生日迄天，毋但是咧欢喜快乐的尔，嘛是感谢上帝。伫阮每一个人也会出世进前，你就为阮定着好，阮每一个人的生命计划。愿主帮助阮，互阮伫即个时间会当三角欢喜，阮嘛三角感谢上帝你的恩典。为着这所有6月份出生日的人，兄弟姊妹，阮献上阮的祈祷，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谢谢。这是咱来用煞尾篇的信息，信息第388首。因是煞，请牧师来祝祷，请起立。应更归心悲伤地，应更心更心心相为一体，在地地现在地地，将来也永远地地。不永不尽，阿门，阿门。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，愿天父上帝真正的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救赎甲医治的盼望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众兄弟姊妹同在，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，阿门。请坐，别倒。
咱今仔日台语的第八礼拜到这个所在，愿上帝看顾保护咱众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